先来看这新北的新增，这新北产业园区附近的今仔早起7点外，当大家拢准备要出门上班的时阵，这车路说是个淹水啊！这查才发现讲是边仔工地伫咧做新北大道人行天桥的工程，所以这水道水的大条管乌甲破去。自来水公司派人来到处理，这个所在处理了后，水也已经退啊。事实上，这单的用过也把乌甲破去，也那这详细原因，佫需要调查。 市电起步，乌多摆哪对头前徛哪喷水，规条车路就敢若出水道，出现一站真高的积水，甚至有民众翕到淹水的管道，已经有汽车保的电呐遮尼悬，不过看天顶明明就是好天。原来这造成淹水的凶手就伫边仔的工地，自来水一直对威力的下骹流出来。代志发生伫5月初6的早起，大家赶上班的时段，地点搁伫新北市新庄新北产业园区这边，中嘛造成大塞车交通帕夹。 塞了半小时啊，交通不好就会觉得困扰，不管是什么理由吧。早上比较多，我们来就比较改善很多了。根据了解，迄当阵是当在进行新北大道人行天桥的新建工程，全套共计7大施工作业。无想到早起7点20左右去挖到自来水的管线，一直到9点半，自来水公司关水船啊，已经积水差不多2点钟啊。 重回新北大道5公路口，马路上积水全退，自来水公司正在紧急换破管。不过，这个工程在2月8号就曾经发生过挖破自来水管的状况，如今发生第2次类似状况。 等去看3个月前的淹水，是因为自来水的道主较旧，刷落来自来水公司是做道主的定经证。这摆第一期其他的施工进前，搁做深度20公尺的雷达的测试，结果显示讲无自来水管。另外，搁有事前80公分宽、15公尺深的基其他的气压嘛无问题。不过正式施工的时阵是换做100公分宽、15公尺深的基其他，敢是因为基其他加宽20公分，造成破管搁来厘清。 试钻探的结果，我们也是没有发现相关的一个自来水的管线。今天做的基桩只大20公分，并是1公尺的，可是却挖到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。根据台水的研判，这摆乌破的管线，和顶摆同款是突破新北产业园区500米里的送水管。到目前为止是拢采取减压供水的作业，到底问题是出伫倒位？搁要等续落来进一步来厘清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